声调例字：多、都、东、东、该、该、登、登、高、高、诸、之、周、就、专、尊、尊、真、边、边、颠、颠、租、租、安、昏、昏、风、风、商、三、三、飞、飞、托、通、通、开、吞、敲、靠、吹、吃、抽、秋、穿、春、春、偏、偏、天、牵、粗、粗、门、龙、牛、牛、油、鹅、鱼、泥、娘、人、龙、南、麻、文、云、铜、皮、头、糖、红、穷、沉、床、财、平、寒、神、徐、福、董、古、早、鬼、九、斩、指、走、短、比、晚、好、手、死、粉、桶、苦、草、讨、口、丑、楚、体、谱、买、老、五、有、女、染、暖、买、往、有、动、最、近、后、住、是、做、但、报、后、设、四、复、动、怪、半、四、盖、丈、正、最、对、变、爱、汉、是、送、放、痛、快、寸、去、抗、唱、菜、怕、卖、路、硬、乱、按、让、漏、怒、冒、望、用、动、地、饭、树、共、振、住、见、大、病、害、谢、鼓、百、搭、结、集、竹、鸡、
接得的比别一也黑和湿差西些福佛歇些说说消下发发哭扩拍破塔他切切克可取车出车七切突特匹撇缺车尺车切切铁铁六了麦马叶也月月入蛇纳呢袜马读的白表和啊伐法菊这宅蛇石蛇杂蛇读的和蛇蛇俗蛇福佛声母例字八八兵兵派派爬把并兵麦苗飞飞复富饭饭问门多都东东讨头天天田地读的脑诺南能年你泥你老老蓝蓝连连路路资子早早租周九九次次草草寸称青青字子贼蛇作手全准思四三三酸四响东词四谢谢张转竹作拆擦茶早注知蒸将装装抄草出出床双山三双双指直主直车超春春传顺顺顺手修书诗时舍数是热捏软女韵母例字歌姑作手过姑薛顺茶早牙我写小瓦我苦苦五猪知雨玉开开排白斜米米陪北对对快快诗四思四是四二两飞飞鬼鬼宝宝宝宝笑小桥脚豆对走贼游有南能盐也心心深生山三年年半半短得关关全这根根心心寸称滚滚春春云云堂当响下床双王王双双桨刚灯灯生生应娘征家并并兴
心、横、弯、胸、松、东、东、用、用、和、啊、塔、他、压、啊、接、接、贴、贴、法、发、十、十、急、接、辣、拉、八、八、热、捏、结、接、活、娃、瓜、瓜、月、月、七、七、一、一、谷、过、出、出、局、这、托、特、要、呀、锅、个、可、可、学、我、北、不、直、这、色、色、国、国、白、别、尺、出、西、西、古、国、六、了、绿、了、橘。这、两字组例字：飞机、飞机、东风、东风、开车、开车、当官、当官、清明、清明、工人、工人、开门、开门、耕田、建地、工厂、工厂、身体、身体、乡长、乡长、天井、天津、孙女儿、孙老呢、公里、公里、公社、贡献、招待、交代、书记、书记、车票、钞票、开店、开店、分配、分配、车站、车站、军队、军队、生病、宪兵、开会、开会、钢笔、钢笔、东北、东北、中国、中国、工作、工作、生日、生日、工业、工业、生活、生活、日子、开学、开学、农村、农村、良心、良心、骑车、自嘲、爬山、爬山、眉毛、眉毛、农民、农民、皮鞋、毕业、围裙、围裙、牙齿、牙齿、门口、门口、团长、队长、长短、战斗、牛奶、牛奶、朋友、朋友、城市、城市、徒弟、土地、难过、难过、棉裤、棉裤、驼背、肚背、同意、同意、名字、名字、毛病、毛病、长寿、长寿、排队、排队、毛笔、毛笔、颜色、颜色、头发、头发、留级、累积、农业、农业、茶叶、茶叶、粮食、粮食、同学、东西、火车、火车、点心、电信、比方、比方、打针、打针、水池、水池、草鞋、草莓、倒霉、倒霉、检查、检查、手表、手表、厂长、厂长、火腿、火腿、水果、水果、骑马、骑马、管理、管理、水稻、水稻、改造、改造、水库、水库、海带、海带、写信、写信、比赛、比赛、手艺、修理、古代、古代、写字、写字、准备、准备、粉笔、分别、赌博、赌博、享福、享福、洗脚、洗脚、体育、体育、转业、专业、死活、丝袜、伙食、护士、老师、老师、尾巴、米包、码头、
码头、老婆、老妈、老虎、老虎、老板、老板、养老、养老、远近、远行、坐车、搜查、动工、动工、象棋、限制、坐船、搜寻、动手、动手、市长、市长、道理、道理、犯罪、犯罪、满意、满意、买票、买票、市政、市政、受气、羞耻、午饭、吃饭、马路、马路、社会、协会、近路、近路、美国、美国、满足、满足、道德、道德、犯法、犯法、礼物、礼法、动物、动法、老实、老实、技术、机械、汽车、市场、背心、背心、唱歌、唱歌、退休、退休、酱油、酱油、算盘、设备、过年、过年、拜年、拜年、报纸、报纸、政府、政府、放火、放火、进口、进口、送礼、送礼、跳舞、跳舞、制造、制造、对待、看待、会计、会计、意见、意见、算账、算账、种菜、种菜、政治、政治、孝顺、孝顺、救命、救命、过夜、过压、政策、政策、信息、信息、正式、正式、建设、建设、副业、副业、 4月、 4月、中毒、中德、做贼、做事、地方、地方、卫生、卫生、认真、认真、用功、用功、大门、独门、问题、问题、地球、地球、调查、调查、代表、代表、字典、字典、县长、院长、户口、户口、大雨、多语、糯米、糯米、味道、味道、地道、地道、位置、位置、饭店、饭店、事故、事故、路费、本质、大陆、道路、寿命、寿命、电话、电话、顺利、顺利、办法、办法、外国、外国、样式、样式、利息、利息、树叶、事业、大麦、多马、事实、事实、大学、大学、国家、国家、北京、北京、北方、北方、结亲、节庆、骨头、国队、铁门、铁门、发财、发财、出名、出名、黑板、黑板、缺点、出点、发火、发火、发展、发展、谷雨、国语、黑马、黑马、接受、接受、发动、发动、节气、节气、发票、发票、支部、支部、出去、出去、铁路、铁路、质量、质量、速度、速度、决定、决定、节约、节约、答复、答复、出血、出色、出国、出国、作业、作业、节日、结束、复习、复习、结合、结合、木工、木工、立冬、立冬、麦芒、面芒、肉皮、肉皮、日子、日子、墨水、墨水、物理、物理、落后、落后、读书、读书、石灰、石灰、石头、石堆、合同、活动、石板、石板、局长、局长、 15、15、活动、活动、力气、力气、
肉垫，肉垫，立夏，料，木匠，木箱，蜡烛，蜡烛，墨汁，木竹，目录，木录，越剧，越剧，白菜，白菜，福气，福气，实现，实现，服务，服务，白色，白色，及格，及格， 16， 16，学习，实习，词汇，阳，热对，月亮，月亮，打雷，响雷公，闪电，滑雪，下雨，落雨了，雪化了，夕阳了，冰，冰，冰雹，龙不知，彩虹，刚，刮风，起风了，人，人，客人，人客，女人，女子，当客，小孩儿，小跌落，小伢儿，男孩儿，小伢儿，女孩儿，小男儿，老头儿，老爷爷，老头子，老太太，老妈妈，老太婆，中医医生，郎中先生，厨师，橘子，橘子老倌，瘸子，乔子，乔官，父亲，爸爸，母亲，妈，公公，公，婆婆，婆，祖父，爷爷，祖母，妈妈，外祖父，阿公，外公，外祖母，阿婆，外婆，兄，姑姑，弟，兄弟，姐，大姐，妹，妹女，伯父，大伯，伯母，姑娘，叔父，叔叔，叔母，婶婶，儿子，儿，伢儿，儿媳妇，媳妇，女儿，伢儿，女婿，伢婿，孙子，孙，侄子，侄女，外孙，外甥，外甥，外甥，舅父，舅舅，舅母，舅母，姑父，姑父，姑母，娘娘，姨父，姨爹，姨母，姨，姨娘，丈夫，老公，妻子，老妈，娶媳妇儿，讨老妈，出嫁，嫁人，嫁老公，出嫁，做媳妇，新郎，新郎官，新娘，新娘子，头，对，辫子，别你，脸，面嘴，面孔，嘴巴，嘴巴，舌头，舌头，口水，丹头石，牙齿，牙齿，胡子，胡子，酒窝，酒压，额头，牙壳，鼻子，不对，鼻涕，不提，眼睛，眼睛，眼泪，眼泪水，耳朵，耳朵，脖子，眼睛，喉咙，喉咙，手臂，手骨，拳头，转腿，转腿骨，左手，反手，右手，伸手，手指，木指头，指甲，指甲，脚，甲，甲骨，腿，大腿，膝盖，科目四腿，肚子，肚皮，背，背脊，发疟子，打膀胱，咳嗽，咳嗽，溃脓，工农，看病，看毛病，死亡，死了，老了，走了，古背了，去了，坟，坟头，东西，东西，我个东西，衣服，衣裳，上衣，衣裳，裤子，裤，口袋，袋，
袖子、衫袖、围巾、围巾、围嘴儿、鱼口、耳环、耳珠、梳子、墨丝、篦子、篦子、毛巾、面布、脸盆、面桶、肥皂、肥皂、开水、滚烫、热水、热汤、扫帚、碉酒、吹帚、线酒、剪刀、剪刀、床、床、凳子、板凳、桌子、桌子、抽屉、球底、火柴、盐壶、壶塞、调羹、标钩、筷子、筷泥、砧板、砧板、菜刀、拔刀、碗、碗、棒槌、棒槌、簸箕、粉子、锤子、榔头、绳子、绳、自行车、脚踏车、轮子、轮子、地垫、电药、晒谷场、晒谷场、稻、稻、稻谷、谷、插秧、插秧、种地、草籽、草籽、稻杆儿、稻草、稻葛、灰尘、灰瓮、胡同、龙堂、房子、屋、窗户、床板、住处、纸裳、厕所、毛墙、厨房、灶地、灶、灶头、锅、锅、早饭、吃午间、中饭、吃热中、吃饭、晚饭、吃黄昏、稀饭、粥、面条、面、面粉、面粉、馒头、馒头、包子、包子、馄饨、别墅、馄饨、饺子、饺泥、饺子、油条、铁路筋、菜肴、菜、鸡蛋、鸡子、子、醋、醋、盐、盐、酒、酒、糯米酒、吃饭、吃饭、喝酒、吃酒、抽烟、吃烟、饿、饿、渴、烧、公猪、猪姑、种猪、猪姑、猪娘、母猪、猪娘、公牛、牛姑、母牛、牛娘、牛房、牛栏、猪圈、猪栏、公狗、用狗、母狗、雌狗、公鸡、用鸡、母鸡、鸡娘、孵小鸡、不下鸡、鸡下蛋、响鸡、鸭、鸭、鹅、鹅、雁、大雁、麻雀、马甲、鸟窝、雕泥窟、乌鸦、老鸭、猴子、活生、青蛙、蛤蟆、点子、蚯蚓、触手、蚂蚁、蚂蚁、蚊子、蚊虫、苍蝇、苍蝇、蜘蛛、八甲丝、蝉、知了、蜗牛、蜗牛、跳蚤、鸽蚤、蛇、沙、蜂蜜、蜂当、蜻蜓、蜻蜓、老鼠、老鼠、猫、猫、鱼、鱼、鱼鳞、鱼叶、蟹、大海、虾、哈尼、蚕、蛇、米、米、玉米、番米、蚕豆、福豆、豌豆、生豆、花生。花生、我、我、你、你、他、给、我们、我啦、你们、你啦、他们、给啦、大家、大家、自己、自家、别人、别个、我爸、我爸爸、我老子、我老草、你爸、你爸爸、你老子、你老草、他爸、给爸爸、
给老子，给老草。这个，各个，各个，那个，不过，旁个，哪个，那个，谁，那个，这里，这里，那里，不里，旁里，哪里，哪里，什么地方，哪里，啥里地方？怎么，哈来，这么，个来，多少，多少，什么，啥里，啥题，干什么，做啥里，做啥题，为什么，为啥里，为啥题？一、一、二、两、二、三、三、四、四、五、五、六、六、七、七、八、八、九、九、十、十、 15、 15、 20、 二、 25、 25、两个、两个、两个、 2两、 2两、 1块钱、 1块洋的、 1毛钱、 1锭、 1个人、 1个人、 1张席、 1零席、 1床被、 1条被窝、 1辆汽车、 1把痔疮、 1把刀、 1把刀、 1支笔、 1锅笔、 1层砖、 1笔纸、 1座桥、 1根桥、 1头牛、 1条牛、 1条鱼、 1瓶、 1条蛇、 1根纱、 1件衣服、 1件衣裳、 1粒豆、 1粒豆泥、 1件事情、 1件事体、1样事体。去一趟、 看一毛、 打一下、 考一字、 抢一字、 删一字、 画一字、 合一字、 坐一会儿、 数一节、 吃一顿、 吃一顿、 日子、 日子、 时候、 时节、 今年、 今年、 明年、 明年、 去年、 旧年、 今天、 今日、 明天、 明日、 后天、 后日、 昨天、 10日、 前天、 前日、 上午、 300日、 下午、 200日、 中午、 日中、 早晨、 午间、 白天、 日里、 夜晚、 黄昏地、夜里、 床上、 床上、 床下、 上下、上地、 上面、 上头、 下面、 下地、 左边、 反手旁、 右边、 伸手旁、 中间、 中央性、 里面、 里头、 外面、 外头、 前边、 前头、 后边、 后头、 旁边、 旁边、 红、 红、 黄、 黄、 黑、 黑、 多、 多、 少、 小、 大、 大、多、大、海、 小、 小、评估小、 粗、 粗、要粗、 细、 细、要细、 长、 长、线长、 短、 短、线短、 宽、 宽、路宽、 窄、 矮、路矮、 高、 长、人长、 矮、 矮、人矮、 高、 高、飞子飞得高、 低、 矮、低、钓你飞得矮，钓你飞得低，歪、弯，毛你带歪了，弯、弯，这条路是弯的，陡、是个坡是，咸、岸，菜岸，淡、淡，菜淡，厚、厚，没板厚，薄、白，没板白，稠、格，这个竹格，稀、稀，竹稀，密、密，菜中的密，稀、沙，沙浪，亮、亮，
黑、黑、热、冷、热、冷、凉、干、少、湿、浊、干净、干性、脏、龌龊、邋遢、快、快、快，手抄比走路快；慢、慢，走路比手抄慢；早、早，来得早；晚、暗，来暗了；对、对，转手对了；错、错，转手错了；舒服、爽快，好过，脱爽，下意，漂亮、时准，赞，坏、脚，拧脚，结实、扎实，老得紧，实扎实的紧，实老得紧，丑、难看，肥、壮，胖、壮，瘦、瘦，热闹、闹热，乖孩子。好棒啊你！听、听，用耳朵听；闻、闻，用不对闻；咬、咬，狗咬人；嚼、吸，但愿吸水；舔、舔，人用舌头舔；吮吸、揪，捉，吐、吐，但我吐到；吐、吐，摇，拿、拿，打，用手打苹果打过来，用手打苹果拿过来，给、拿，打，拿我一个苹果，打我一个苹果，掐、敲，炒，拧、灭，搞，旋，灭螺丝，搞螺丝，旋螺丝，碾、灭，灭谁了？揉、灭，灭面做馍的，掰、拍，但小猪拍开，撕、吃，但猪吃到，折、熬，但是指熬头，拔、煸，煸萝卜，站、列，站列，椅、盖，椅，盖在墙上，倚在墙上，蹲、勾，偶，等下，偶到，迈、赶，从门槛上赶过去，踩、草，脚朝到牛粪上，爬、爬，想让你在地上爬，走、走，越，慢慢你走，慢慢你越，刨、倒，慢慢你走，反倒，逃、倒跑，追、别，抓、靠，抱、抱想让你摔、抓，想让你抓到了，推、送，几个人一次送痔疮，撞、撞，人撞到电线杆，躲、堵，给堵了上帝啊！藏、收，藏，钞票收得准对下地，钞票藏得准对下地，放、得，炕，摆，但我得在桌子上，但我放到桌子上，把我摆了桌子上，盖、盖，但早被盖上，压、卡，用舌头卡住，摁、请，请笃定，砍、抽，双上抽噻，剁、斩，但愿斩谁做先，削、削，削苹果，裂、刮，刮擦，没把刮开了，没把刮擦开了，擦、开，用毛巾开修，倒、倒，但我这个身份倒倒，
扔、关、说、对，各个动词完了，关了给；各个动词完了，说了给；各个动词完了，对了给。扔、关、砸、说，比一比谁关的远，比一比谁砸的远，比一比谁说的远。掉、跌，时上跌来个梨，丢、对到了，误到了，也是对到了，也是误到了。找、寻，也是寻着了。捡、压，测，压着10块钞票，测着10块钞票。提、顶，用手打篮顶出来。挑、挑担，抬、抬杠，抬脚，杠脚。挑、杆，挑水，转、攒，每斤能攒1两的。挣、攒钞票。欠、欠给10块钞票。知道、晓得，晓得我个事体，晓得我个事体。不知道、晓不着，晓不得，我晓不着个件事体。认识、认着，我认着的。不认识、认不着，想、称，动，让我称一次，让我动一次。怕、怕，犯怕。要、我要个股。有、我有一个伢呢。没有、给5伢呢。是、我是老师。不是、不是，分是，给不是老师，给分是老师。在、给在屋里。不在、分在，不在，给不在屋里，给分在屋里。在、给在省里工作。在、了，给住在岛屿上，给住了岛屿上。说话、刚说话，叫、叫给人，骂、当面骂人。哭、哭，想你哭了。事情、事体，吵架、相见，打架、打相打，打、考人。睡、困，给已经困了。玩儿、死，到城里去死了。玩耍、死，捉迷藏、靠妈咪，翻跟头、翻跟头，猜谜、猜话，聊天儿、当天敲八家，遇见、碰着撞着，收拾、一节房间，有喜、有的响了，夹、夹菜，斟酒、散酒，倒酒，沏茶、泡茶，漱口、漱嘴巴，洗脸、洗面，洗澡、洗浴，穿、春爱，脱、疼爱，系、服爱带，晒、晒热头，回家、煮开，休息、鞋子，洗脚了，做想法抓来了鞋子，打盹儿、打瞌虫，撒么汗，故意、得意，施肥、因为，很、慢，浇灌，天空满亮，天空浇灌亮，更、一发，危险，今天天空一发亮，今天天空危险亮，太、太贵，太重，最、顶，上帝3个给顶过，都、通药，指、得
干嘛？只见过一次，都见过一次，干嘛见过个一次？学会了，下面就不要了啊。一起，一次，一对，一次穿过，一对穿过。刚，刚，看看，看看到。就，修来。又，他也来了。还，问出来。在，明天再来。也，我也去。反正，完着是我的。不，不去。没有，我没钞票。没有，给分来。别，饭刚了。不用，你不用来。不要，你饭来。和，我当一趟兴旺。和，我说你当给到省里去了。把，大门关上。背，娘，娘人家考了，人家考了，人家考了。一边，一面走一面讲。的，我个东西。的，是我个。了，落雨了。短句。你是哪里人？你是哪里人？我是浙江衢州人。我是浙江衢州人。你今年多大？你今年几岁了？我70岁了。我今年70岁了。你叫什么名字？你叫啥的名字？我叫爱衢州。我叫爱衢州。你家住哪里？你屋里是在哪里？我家住大南门。我来了东南门。谁呀？张三吗？哪个啊？是张三不个？不是，我是李四。文四，我是李四。你姓王，我也姓王，咱们2个都姓王。你姓王，我也姓王，我当你2个同姓王。他们都到杭州去了。给他同当就去了。这件衣服有2个口袋。这件衣裳有2个袋。你去试试看。你去试试看。你去看一看。你去看一看。把帽子戴正。大帽你戴正。衣服洗得干干净净。衣裳洗得格格新新。这是我的，那是你的。这是我的，别个是你的。这只鸡死了。给这只死了。今天很热。今天天公蛮热的。今天非常热。今天危险呢。好好的走，不要跑。好好你走，反倒。他会来的。给回来个。这个吃得饱，那个吃不饱。这个吃了饱，别个吃不饱。这个吃得，那个吃不得。这个有法吃，别个没法吃。你站起来。你立出来。他坐下来。给收了来。你去干什么？我去买菜。你去做啥去？我去买菜。你干什么去？我买菜去。你做啥去？我买菜去。我打得过他。我打得过去。我打不过他。我打给不过。我打不过去。他吃得下饭。给吃得了给饭。给饭吃得了去。他吃不下饭。给饭吃不了去。你叫他一声。你叫一声他。你叫给一声。你叫一声给。上海我去过。上海我去过。我吃了1碗饭。我吃到1碗饭。他刚来。给看看来。他来了3天了。给来了3年了。他在吃饭。给在这里吃饭。门开着。门开个。门开了不里？门开到哪里？路上停着一辆车。
楼上钉着一把床，你坐着，别起来。你手对不对？饭把吃，坐着吃比站着吃好些。手到了吃比立对不对吃要好点。天冷起来了，天公亮出来了，天快亮了，天快亮了，天亮了，快起床。天亮了，快把吃。有些地方把太阳叫日头，有些地方当太阳叫日头。他把碗打破了，给当我烤盘了，碗被他打破了。我等给烤盘了，给我一支笔，当我一锅笔，拿锅比我，我比他大3岁，我比他多3岁，我年龄没有他大。我年纪没他多。昨天你去没去10年你去吧，昨天你去了吗10年你去了吧，明天你去不去明年你去不去？明天你去吗明年你去不个？你抽烟不抽烟你也吃不个？你抽烟吗你吃也不个？他还没有说完吗给阿文讲我啊，还没有说完。阿文讲我，你先去吧，我们等一会儿再去。你先去吧，我老等你再去，再吃一碗，再吃一碗，还有10里路才能到，还有10里路才会到，只有1里路就到了。只要1里路就到了。这件太大了，换一件。这件太多了，我一件。你先去，我过一会儿再来。你去先，我等你再来。这件事怎么做？这件事情还能做？是这样做，不是那样做。是个能做，不是不能做。那个小孩3、4岁，不过像你3、4岁，这袋米有多重这袋米多少重？100来斤重。 ？100来斤重。你到哪里去？你到哪里去？我上街去。我到街上去。他快点走，给快点你走，你慢慢。你慢慢你走。我明天跟他去上海。我明天跟给到上海去。我现在就跟你去寄信。我这就跟你去寄信。你是哪一年来的？你是哪一年来的？如果明天下雨，我就不来了。假如明天落雨，我就不来了。老二吃水，一只老二嘴巴烧了，2面性水吃。老二看见一个瓶，瓶里头有水，可惜瓶来叫我高，瓶嘴巴又小，给不吃不着，啥办法呢？老二看见瓶旁边呢有叫我多个小石头，给称了一称，有办法了。老二当个小石头鼓，一股一股的掉出来，放到瓶里头，瓶里头个水呢慢慢那个升高了，老二就吃着水了。为生命服务，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又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讲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生命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重。当发死是卖力，当不惜生命和压迫生命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士德同志是为生命利益而死的，这个死是比泰山要重的。蓝虎山的传说，老早知州府有一个名士叫王哲的人，屋里只有孩子妈妈王哲同这个妹女3个人，就靠王哲到山里抽山过日子。有一日，王哲呢又到山上抽山去了，快日中了，有2个过路的老人家从王哲门口过，躲避不危险我了，就走出去问老妈妈，想用这个灶头来装点面吃。这时节呢，王哲把饭煮来，屋里呢一点小个山洞，2个过路人吃呢，阿分讲啥哩？一个人吃走到这个灶头边上，
摇了一头石屎到了窝里，修收了小虎登上来，打个两只脚骨弄到个灶孔里去，点着火当山烧，一指功夫，窝里一个小子上来了。个人来慢慢地来，打个脚骨推出来，过去削开锅盖，一锅同志想吃哦，面装熟了，又不吃了，就一人蒸了一头鹅，呼噜呼噜一次就吃到了，又蒸了一海鹅，到了桌子上，讲了一声多谢，就走了。人吃先夹走，往这来后夹就到了。大山吸到走出来，哇，啥东西搁来香哇！一口桌子上有一头鹅面，捧出来就吃。给也从未吃过搁来好吃个面。王专门个面是哪里弄来过？搁来鲜面。妈妈呢就当现代个实体呢，一五一十个讲来给听。王这听了有点不相信，再一做客。后来屋里个桌子大等个家同样糊小脚了，第一次就糊造出来，一次糊的休假出去，一直憋到剩那个一周山上的，醒来醒去连个运动，又走过一个山洞，看见两个老人家在不里抓子。王这来本来就是个偷抓子个人，看个两个老头抓了个人吃劲。给他支不着行人，就最只可以当副队一块地上，收了副队兵上课，给课个两个人的指路同别个同父一样的，充分解释过，就晓得今日定把是装着两个高手了，就想好好的活两子。两个老头呢，一边抓子呢，一边吃刀，啊，拍了包谷拿来往捉。王着来阿不克吃，边吃不边嗑，大问吃我，咦，老人家对了地上个到我，喝人为放啊，想出下道士来了，给看木刀嘞。一个老人家绝对问给，下官，你也不注意啊？客气客，你个副队兵都拦到了喂。王这一刻，紧着一字。连忙就落上主去了，古怪嘞，主去个路还能通边样了，人的人不着了哇！给一路门去，总是到了城里的，还能管，同老早不一样了，四个屋里在哪里哇？人一个都认不着了，连穿个衣裳。刚说话个枪口都有点两样了，七门八门才晓得，给个妈妈好几百年前的就古背了，连给个原生背个人来咬手都稀巴了。往这我都不里半10年，我在洞里干嘛一次功夫，后来眼头就会变得个能样子了，给动来动去都动不住去。他了一个词，人讲。山中放一石，树上值千年，啊，整个让我装着了嘞。再讲讲，不两个在屋里装面吃，在山洞里抓子个人，就是神仙铁拐李东李东兵。这只石头后头嘞，再讲就当这座山叫做蓝苦山，苦就是副队兵。